喺華沙2026年買新樓要幾多錢？邊個區咩價錢？我哋而家可以買到呢啲新樓。如果我哋想買一間真係好嘅投資新樓，即係佢會升值咗區，要幾多美金先夠？今日我哋就會同大家傾下呢啲問題。今日呢集，相信你喺過去幾年都已經習慣咗。呢個係我哋每年1月都會做嘅特輯，主要係想俾大家睇下上一年樓價點變化，同埋總結下而家嘅情況。當然仲會講埋今年，即係2026年佢投資策略同埋應該點樣部署。不過開始之前，當然要自我介紹一下，我叫 Lyudmila Lebedeva， 係 MDV Group 嘅負責人。我哋團隊一直專注做華沙嘅投資物業，唔止係華沙，其實成個波蘭嘅房地產市場我哋都有做。如果你對海外投資有興趣，我誠意邀請你加入我哋嘅 Telegram 頻道，入邊唔單止有啲非常有趣嘅文章，仲有各種深入嘅數據分析，等未來或者而家嘅投資者，甚至係好有經驗嘅專業投資者，都可以更加清楚咁知道喺波蘭市場入邊值唔值得去投資。仲有喺而家呢個複雜嘅情況下，投資邊度會比較好，提供全方位嘅專業建議。我哋而家就由我哋今日已經睇到嘅數據開始講起。呢啲數據係關於2025年市場增長嘅情況。點解我想喺呢度稍微停一停講多啲？如果我哋再詳細啲嚟講呢，其實睇翻成個2025年嘅發展，波蘭嘅房地產市場基本上都係處於咁樣嘅情況。基本上所有嘅地產專家同埋所有嘅賣家，佢嘅心入邊都有嘅情緒低落，對於我哋目前市場嘅整體狀況感到唔係太樂觀。因為大家都明顯感覺到而家呢個市場好似真係有啲唔係幾對路，好似係出咗一啲好大嘅問題。現時有好多專家都紛紛作出預測，佢哋認為整體市場去到今年年底好大機會會出現負增長嘅情況，甚至話市場會陷入停滯唔前嘅局面等等等等。但係你同我而家眼前都有啲數據咧，清楚顯示其實我哋佢出現倒退咧，亦都冇發生咩大問題。我哋而家係停嘅狀態。我諗大家留意下，其實就正常增長正常百分比，波蘭市場特別係新樓市場正常年增長率係100%。如果你睇下呢個圖表咧，你就會見到根據統計數據咧，呢啲數據其實我哋做呢行嘅專家不嬲都信得過，而呢啲數據就顯示咧全年增長係400分，係啦，呢個唔係6%，唔係標準嘅6% 增長。淨係得4%，但係其實都唔算少，唔係停嘅，亦都唔係咁嚴重嘅倒退。至於二手樓市場就唔可以咁講，因為成個2025年我哋都見到個市好波動，樓價跌咗落去，好多人急住買樓，究竟有幾多單位賣咗出去？其實而家市場上面好多單位都係平價賣出嚟，因為有啲業主真係非常之急住要錢周轉噶啦，咁所以完全冇辦法。但係因為一手樓嘅新盤市場咧，其實係唔會咁容易受到普通市民嘅情緒波動所影響到。咁始終呢個市場主要都係咁大公司、大發展商，所以成個情況都幾穩定。而且正正就係因為完全冇啲咩突然間嘅錯誤決定，所以成個市場都一直能夠保持住好穩定嘅增長勢頭。係啦，我都可以講，其實我哋公司同我哋嘅專家都擔心過。嗰啲喺2024年或者係2023年左右買入嘅一手新樓咧，預計會喺2025年正式交樓嗰類。其實我哋一直都好擔心，到時嗰啲樓價嘅表現未必會好似以前炒賣嗰陣時咁樣可以升得咁多咁誇張。我想提一提咩叫做炒賣咧，就係你喺地基期買入，等到樓起好嘅鎖匙嗰陣，未裝修就賣出，同埋你到業權之後。而且直到唔係好耐之前嘅一段時間，所有嘅新樓盤市場炒樓嘅投資人士，其實佢哋每一位都賺得相當唔錯。因為只要你喺地基工程期間就決定入場，耐心等大約2年時間，直到層樓起好咧，基本上你咩都唔使額外去做，就已經可以穩穩陣陣咁樣賺到12%或者更加多嘅利潤。之後直頭唔使再理個投資項目，都照樣可以有大把錢賺。提早講少少。我都想同大家講，其實我成日都同佢哋做1對1諮詢嘅客講，唔好意思，喺波蘭樓市呢個故事已經完咗。新樓盤快炒賺快錢嘅時代已經過去，
而家好似普通炒樓咁，你都要落咗錢同時間去升級間樓，整靚嘅之後先可以賣出。呢啲樓好快就賣出，而且價值都大幅提升，一定要好好利用呢個機會。但呢個唔代表佢新樓盤賺錢係唔得嘅，絕對可以，只係你要用腦諗下點做，唔好淨係等佢自己升值。市場已經變咗，唔會再無啦啦升值。如果翻去攞翻張表格嘅話呢，或者睇翻個圖表，我仲想提一提大家，依家華沙平均每平方米樓價係18,419之羅提。當然唔代表成個華沙都係嘅，價錢由11,000起跳，高至5萬甚至更高都有。講緊係豪宅嗰啲，呢個只係一個平均價。如果有人第一次喺華沙樓市問你10個單位大約幾多錢，其實你可以好大方啲，直接用面積乘以每平方米18,500嚟計。我哋而家繼續落去，咁即係話呢個圖表顯示佢而家平均每平方米嘅價錢。即係講緊2026年頭買一間細單位，即係所謂嘅 Kavaleka 每平方米要幾多錢？咁如果你唔知咩係 Kavaleka， 我解釋下，其實就係一種開放式單位 Studio Apartment。而家全世界都起咗好多呢啲單位，但係冇細個嘅盒仔嚟嘅單位。喺波蘭25平方米以上就已經算係住宅單位，即係所謂嘅公寓。所有少過呢個面積嘅就當係商業用途面積。我哋有呢啲限制，所以一般嚟講呢，我哋計算時都會用27平方米嚟做標準。咁大家就可以知道平均嚟講喺唔同地區買一間咁嘅細單位呢，大約要幾多錢。呢個講到新樓盤入邊呢啲細單位 Kavaleka 喺市場增長，去到2025年呢類細單位嘅價錢升咗7%，我覺得呢個數字都幾唔錯。根據最新嘅市場數據統計，平均嚟講喺華沙市中心或者周邊地區1平方米呢類嘅精緻嘅細單位，價錢大約係22,998波蘭茲羅提。不如我哋而家即刻一齊去睇下，究竟喺成個華沙入邊，邊一個區域嘅樓價係最貴，而邊一個區域又係最平嘅呢？同埋大家可以一齊估下，如果一個標準嘅細單位面積大約有27平方米，喺呢啲唔同嘅區域入邊分別會價值幾多錢呢？咁嗱，最貴嘅細單位我哋會買到，我直接用美金講價錢，咁大家會20，即係話最貴嘅細單位梗係佢喺 Modernische 買到，嗰度要292000美金，而最平嘅細單位就喺 Bilowanka 買到。當然啦，Bilowanka 係一個好大嘅區，入邊有好多細分區同埋微型社區。但係如果我哋講晒成個大 Bilowanka 區，根據目前平均數據，想喺呢度買一間好似頭先所講嘅呢種細單位，大約需要準備接近10萬美金左右。你睇下，唔係好耐之前，細單位都算係幾好嘅投資，因為好容易可以短租出去，而且入場門檻都唔高，對比其他面積嚟講算平。啲人成日喺什福德爾米耶什切莫科托夫尼嗰度更近購買咁嘅公寓作為投資，然之後將佢短期出租。如果你有睇過我哋之前嗰條片，我相信你已經知道今年呢種好處就冇咁容易揾到啦。啲原因就係波蘭終於都開始規管短租市場嘅，即係話你未必可以喺所有地方都將你嘅細單位短租出去。如果你而家已經係細單位嘅開心業主啦，甚至已經開始放租緊，咁你之後可唔可以繼續放租呢？我覺得首先 Booking.com 會好快通知你，因為佢同 Airbnb 都已經好嚴格嘅跟住呢啲新規例。但係而家其實啲人真係知有咩具體內容，因為呢個法案仲喺度起草緊。我哋而家只係間中收到一啲新消息，講下佢哋又冇咗啲咩新嘅，或者點樣針對波蘭做啲嘅升級。但係最終版本其實仲未有人見過，所以我哋都係等大約4月左右先會有嘅眉目，到時就會清楚點做。所以而家嚟講，如果你仲未買入呢啲細單位，特別係你原本睇住用嘅收租，或者係睇住做短租生意嘅話，我會真心建議你真係要非常認真咁諗清楚，到底而家呢個時機仲值唔值得你咁做。如果你最後考慮完都係決定要買入嘅話，咁你到時就真係要好認真咁去挑選你打算用佢投資嗰一棟樓，以免到時你先至發現原來大廈管理處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已經開會決定嘅。
呢棟大廈唔再准許人哋將單位用嚟做短租用途，咁樣你買咗之後就會完全冇辦法將佢出租，變咗一場投資失敗。所以嗌頭大家一定要特別小心。我哋繼續講落去，兩房單位係投資房地產最搶手嘅格式，無論係波蘭定其他地方，總之講投資就係咁。咁喺呢個市場度，首先發生咗啲咩事呢？呢個市場喺過去一年冇升值，完全冇，即係話兩房單位唔知點解會咁，我都有試過分析，老實講我都揾唔到原因，點解？但係我認為或許到2025年市場上就會出現合適嘅買家，兩室公寓嘅數量眾多，開發商紛紛低價拋售，我都咁認為。咁就係點解統計數據顯示增長率為零，全年零增長？係噶，佢唔係幾好。但係從另一個方面嚟睇咧，已經整整1年半嘅時間冇個穩定嘅收入。呢個係一個穩定嘅轉變，穩定嘅由兩房單位轉向三房單位嘅趨勢。如果你記得我1年前已經講過呢個現象，而家我可以100%肯定咁講啦，呢個情況真係到處都見到，無論係外籍人士，即係住喺波蘭嘅移民定係本地人，都有一個好明顯嘅趨勢，就係人口由大城市流失。因為貴租樓、貴管理費，大家搬去郊區，咁嗰啲地方不論係住喺大廈入邊嘅管理費都平咗，真係平咗好多，或者係所謂冇管理費嘅住宅，即係話咧，呢啲住宅通常係排屋或者係 Blizniec 嘅波蘭一種小型公寓，好似 Blizniec 咁，一棟樓只分4個單位，佢管理公司收費。咁當然管理公司真係食咗好多錢咧，服務費好貴啦，唔止服務費啦。其實喺波蘭，凡係涉及人手嚟嘅都好貴嘅，再加上今年我哋又調整咗最低工資，即係最低嘅法定工資，咁所以一切都變成咁樣，大家生活同維持生活成本都變得好貴，咁所以而家有個趨勢，就係好多人開始由原本住緊嘅細單位搬去一啲空間更加闊落嘅大單位。尚唔清楚呢個同咩有關，但係此趨勢正加速發展，即便自信嘅人亦都難免係咁嘅。佢哋有能力支付更高嘅水電煤氣費，佢哋從小公寓搬到大公寓，而婚姻狀況冇改變，亦都冇生育更多子女。咁等啊，而家似乎有一種渴望，啲人渴望擁有大量嘅平方米空間，佢可能都係好事嚟嘅。所以好大機會咧，呢個都影響到二手樓市有相當多嘅供應，特別係兩房單位，佢哋有冇程度上搶咗一手樓市嘅市場？如果喺二手市場可以用買一手樓未裝修嘅價錢買到已經裝修好嘅單位，而且唔使等，佢好明顯優先選擇都會唔同，自然會偏向二手樓。所以我哋而家見到就係佢嘅情況啦，平均每平方米價錢呢，咁成個華沙都差唔多係18000啦，基本上都冇乜變啦。喺2026可以預期啲咩呢？大機會都係好似之前幾年咁會有正常增長，除咗有2% 貸款嗰年之外，即係話兩房單位都會慢慢開始有起色。而家市場上新出咗投資項目都可以睇得出呢個趨勢。而家市場上推出嘅投資，佢哋嘅間隔設計都係以呢啲為主，一係就係細細間嘅單位，大約33至35平方米，主要都係長租俾學生之類；一係就係大單位，3房、4房嗰啲，呢啲單位面積會大啲，即係話已經唔係兩房單位。如果你目前具備足夠嘅經濟能力進行投資，咁選擇購買寬敞嘅3房或者4房單位，通常會比購買普通嘅兩房單位更加理想且具備優勢。我想喺度再同大家強調多次，呢個絕對唔代表你買兩房單位就賺唔到錢。無論你係選擇做翻新轉售，定係追求穩定嘅長租，其實一樣係絕對有機會可以賺到錢嘅，梗係唔係啦。咁當然你買呢啲單位都一樣可以賺錢啦，咁咪完全冇問題，一切都會順利。都呢啲單位都好方便啦，而家都係其中一個熱門選擇。咁佢而家同3房單位差唔多一樣受歡迎。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嘅係留花期轉售，即係喺緊樓嘅時候買，起好就賣出。
即係話如果今年買咗兩房單位嘅人，其實就會錯過咗機會。我哋繼續睇落去，睇下佢唔同地區可以買到幾多錢嘅兩房單位。我已經用44平方米咁重新計算過，而家見到最貴嘅單位一如以往都係空間比較大，而家44平方米要成476000美金。當然呢，我哋會從貝洛林卡購買最平嘅嗰台呢，價格為164,400美元嘅164,400，就喺幾年前我講過，你可以花10萬揼錢買到一套3居室嘅公寓，喺貝洛林卡完全冇，咁就係價格變化同市場增長嘅過程，甚至連談論呢件事都俾人感到驚。呢度根據呢啲表格，本次演示文稿將喺我哋嘅 Telegram 頻道上發布，我會喺說明欄留低連結，你可以下載呢個 PDF， 詳細咁睇下每個地區嘅資料。如果你有需要或者你對呢啲資料有興趣，咁你基本上就可以知道依家喺2026年初要入場投資華沙新樓盤，大概要準備幾多錢嘅。呢啲價錢唔單止係已經交樓嘅新樓，仲包括即將交樓嘅新樓，呢啲係所有新樓盤嘅價錢。再講返，我哋之前拍片都提過好多次，喺波蘭起碼新樓每平方米嘅價錢，其實唔係話發展商想點就點，即係唔係話佢自己話想3個月後加價，加幾多就加幾多，就係咁多。事情唔係咁樣嘅。一切都受經濟同市場調節，咁即係原因，即係咁當然啦，仲有價格合理嘅建築服務同埋建築材料啦。因此你可以考慮到，如今任何新建建築，無論你購買嘅係邊個階段嘅，都將花費呢個金額。三房單位呢度就開始有啲魔法出現啦。2025年三房單位嘅價格顯示嘅標準6%嘅增長，標準6%，而每平方米嘅價錢，留意啦，基本上同兩房單位每平方米嘅價錢差唔多，只係相差500支羅提。華沙平均價格預計到2025年，市場上個3室公寓嘅供應數量同埋戶型種類，可能都冇辦法達到2室公寓咁嘅規模。首先，佢可能影響咗以下個事實：3室公寓市場催生咗一種標準戶型，增長6%。咁當然仲有我啱啱幾分鐘前講過，佢一點都影響到講緊而家有個趨勢。我會話係居住模式嘅轉變，大家都想搬去面積更大、更寬敞嘅屋企，所以三房單位而家同1年前一樣，對投資嚟講都係其中一啲最易變現嘅選擇。因為三房單位可以有54平方米，又可以有70平方米，都係三房，咁喺市場上都一樣嘅搶手。而家都冇任何指標顯示到2026年三房單位會停止增長，就好似過去2年咁，佢哋都一直有增長。而家講下華沙最貴同最平嘅三房單位會賣幾多錢？佢最貴嘅三房當然就係冇 Shortmist 區。Shortmist 新樓嘅平均價大約係每平方米600到650千，60平方米嘅單位要成幾十萬，而最平就喺 Biała 溫卡區呢度咧，你就要準備好俾224000美。你哋睇下，我相信好多人都聽過 Shortmist， 其實我啱啱講嘅平，係啊，梗係唔係，嗰度有好多地標性嘅樓盤啦，有啲樓盤好貴。起步價已經係每平方米5萬波蘭茲羅提以上。其實做呢啲分析嘅時候，豪宅係唔包喺入邊嘅，嗰啲完全係另一個層次，完全係另一種投資方式，完全唔同。我都唔會咁講，唔同嘅係投資方法，而唔係錢。所以無論邊個分析師做華沙或者各區嘅平均價格，呢啲投資都唔會計埋入去。如果我哋唔係咁樣處理嘅話，我哋每平方米嘅平均成交價錢就會上升得非常之咁誇張，即係話根本就唔會有人會用呢種方式將所有嘅全部混埋一齊，然後先至計個平均數出嚟。佢做係啱嘅，我哋都好清楚點樣可以入到一個普通嘅商務級樓盤，我自己叫佢做 middle class， 連埋一齊就係中產級。咁我哋需要幾多錢先可以做到呢？
所以平均嚟講咧，你要準備大約30萬至35萬美金度，咁樣你先可以第幾個唔同區域嘅樓，包括 Wilanów、Okotów、Praga、完整嘅 Praga 同埋北 Praga， 因為而家嗰度嘅樓價都升緊，而且升得好快。記住呢一點，唔好一開始就放棄，真係要考慮埋呢個區。當然呢個區仲未完全翻新好，但係大家都見過嘅規劃，去到2030年會實現。而且而家都做緊得好積極，我哋真係親眼見到成個區點樣日日都變緊，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又抵又有前景嘅地區。三房單位呢度就開始有啲魔法出現啦。2025年三房單位嘅價格顯示嘅標準6%嘅增長，標準6%，而每平方米嘅價錢，留意啦，基本上同兩房單位每平方米嘅價錢差唔多，只係相差500支羅堤。華沙平均價格預計到2025年，市場上個三室公寓嘅供應數量同埋戶型種類可能都冇辦法達到兩室公寓咁嘅規模。首先，佢可能影響咗以下個事實。三室公寓市場催生咗一種標準戶型，增長6%。咁當然仲有我啱啱幾分鐘前講過，佢一點都影響到講緊而家有個趨勢。我會話係居住模式嘅轉變，大家都想搬去面積更大、更寬敞嘅屋企。所以三房單位而家同1年前一樣，對投資嚟講都係其中一啲最易變現嘅選擇。因為三房單位可以有54平方米，又可以有70平方米，都係三房，咁喺市場上都一樣嘅搶手。而家都冇任何指標顯示到2026年三房單位會停止增長，就好似過去2年咁，佢哋都一直有增長。而家講下華沙最貴同最平嘅三房單位會賣幾多錢？佢最貴嘅三房當然就係冇 Shortmist 區。Shortmist 新樓嘅平均價大約係每平方米600到650千，60平方米嘅單位要成幾十萬，而最平就喺 Biała Łęka 區呢度咧，你就要準備好俾22萬4千美。你哋睇下，我相信好多人都聽過 Shortmist， 其實我啱啱講嘅平，係啊，梗係唔係，嗰度有好多地標性嘅樓盤啦，有啲樓盤好貴。起步價已經係每平方米5萬波蘭茲羅堤以上。其實做呢啲分析嘅時候，豪宅係唔包喺入邊嘅，嗰啲完全係另一個層次，完全係另一種投資方式，完全唔同。我都唔會咁講，唔同嘅係投資方法，而唔係錢。所以無論邊個分析師做華沙或者各區嘅平均價格，呢啲投資都唔會計埋入去。如果我哋唔係咁樣處理嘅話，我哋每平方米嘅平均成交價錢就會上升得非常之咁誇張，即係話根本就唔會有人會用呢種方式將所有嘅全部混埋一齊，然後先至計個平均數出嚟。佢做係啱嘅，我哋都好清楚點樣可以入到一個普通嘅商務級樓盤，我自己叫佢做 middle class， 連埋一齊就係中產級。咁我哋需要幾多錢先可以做到呢？所以平均嚟講咧，你要準備大約30萬至35萬美金度，咁樣你先可以第幾個唔同區域嘅樓，包括 Wilanów、Okotów、Praga、完整嘅 Praga 同埋北 Praga， 因為而家嗰度嘅樓價都升緊，而且升得好快。記住呢一點，唔好一開始就放棄，真係要考慮埋呢個區。當然呢個區仲未完全翻新好，但係大家都見過嘅規劃，去到2030年會實現。而且而家都做緊得好積極，我哋真係親眼見到成個區點樣日日都變緊，所以千祈唔好錯過呢個又抵又有前景嘅地區。咁講完新樓價錢呢個話題，梗係要講下我哋嘅車房同埋儲物室嘅價錢有冇變化啦。就係佢儲物室嘅儲物室、車房、雜物房，你可以買可以唔買。而家一個儲物室或者車房嘅價錢咧，最低都要1萬波蘭茲羅堤起跳。不過有時咁貴啲嘅樓盤都會有啲咁嘅奇怪情況，好似你嘅高級樓盤可以用1萬茲羅堤買到個儲物室，但係佢哋偏遠啲嘅樓盤咧，就算係儲物室每平方米都要7000，但成個儲物室就要15000茲羅堤，即係話大家都知儲物室唔會得1平方米咁細，所以平均嚟講，
你要準備好佢偏遠啲嘅地方，最少都要15000起跳。如果講到停車位咧，停車位都有分幾種，有地面停車位同埋地下停車位，而地下停車位又有兩，有啲係獨立車位，有啲係依賴式車位，即係話有平台升降，架車可以落到下邊或者擺上平台再升高。如果講緊係車房入邊獨立嘅車位咧，佢一個位最平都要35000支裸體。至於依賴式車位，大約3萬支裸體左右。如果講緊市中心嘅車位，平均一個要20萬支裸體。華沙嘅地價越嚟越貴，價錢唔會跌。不過有個好消息，好消息就係政府又改咗法例，帶嚟新嘅變動。當然係關於地產發展商嘅，而家理論上唔會再強制我哋一定要買車位。如果我哋唔想要佢，但我強烈建議你，如果你購買，如果你想為自己購買一套公寓用於投資，而唔係為咗討好某個紳士，但至少係一套2室或以上嘅公寓，咁你一定要計劃購買一架大座位嘅汽車。呢個係必須。點解？因為將來既冇辦法出售，亦都冇辦法出租，你正常係做唔到。點解？因為喺華沙街頭泊車本身就有限制，即係話泊車位好有限，仲好多時要收費，啲人睇就會有麻煩。即係如果我哋而家講緊現代租客，佢哋最基本嘅要求就係一定要有車位，最好仲要有暖氣，仲要個位要近啲樓下入口。咁所以請你記住呢一點。咁今日節目嘅尾聲呢，我想總結一下，特別係講下4大主要投資策略啦。呢啲策略喺波蘭由2026年開始到2029年都會好啱用。就係我哋本地嘅分析師定咗呢啲時間點，佢哋預測市場會發生咩事，佢自然都會影響到唔同房地產投資策略嘅走向。我哋由長租開始講起，長租基本上而家喺波蘭都算係一個旗艦投資方式。一方面，因為我哋嘅政治權力而家都係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呢個方向就好似德國同其他國家之前睇過嘅旗艦策略一樣，即係話市場由私人業主出租慢慢轉向機構化租賃，即係話慢慢佢由自置物業轉向租住物業，即係逐步由私人擁有權過渡到租賃，可以話係人生嘅一個常態。對我哋投資者嚟講，呢樣嘢都好有趣、好吸引。因為如果我哋有錢買樓之後又有人睇租嘅，點解唔試下呢？而家就應該投資落去呢方面。如果講到需求，租樓嘅需求其實同買樓嘅趨勢一樣，即係話3房或者4房嘅單位最受歡迎。所以如果我哋講緊長線投資買樓，呢個就係我想講嘅重點。我再重申多一次啦，如果有機會喺市郊買3房，或者喺市中心買2房，好似我哋講，咁我哋都會睇啲市郊買3房。原因好簡單，因為市場趨勢就係咁，唔係我哋自己睇出嚟或者幻想出嚟，而係市場數據顯示嗰邊回報率更高，投資價值更大。究竟係咩原因會搞到咁樣呢？因為而家咧，我哋最核心同埋最主要嘅租客來源咧，就係喺家庭夫婦或者係外國咁嘅專才同移民嚟咁。家庭夫婦通常都需要大啲嘅面積，至於佢由外國 B 嘅人，佢哋本身都習慣住大單位，所以睇到都會期望可以住到大啲嘅地方，而唔係細細間劏房。呢個唔代表學生消失咗，唔係佢哋嘅消失，不過細單位而家真係有競爭。而家最大嘅競爭對手就係所謂嘅投資型租賃，或者叫機構式租賃。唔好意思，啱啱講錯咗。咩叫機構式租賃呢？就係有一個大發展商起咗一棟大廈，入邊有好多單位，然後呢，佢單位就長期出租。發展商會有自己嘅管理公司，佢哋會自己管理，成日都會壓低租金。呢啲單位多數都係2房單位，入場好簡單，但係要走就好難。但同時呢，佢係 B2B 合約，實際上係 B2C。準確嚟講係啦，即係唔係 C2C 而係 B2C， 即係租客係同公司簽約，喺呢度就會有嘅完全唔同嘅玩法出現。所以大家要記住啦，點呢？呢度會有競爭，競爭對手就係佢而家入場咁大嘅，而且唔止喺華沙，
成個波蘭都係呢個趨勢，只會越嚟越勁。所以而家3房或者4房嘅單位其實係一個咁競爭嘅選擇。因為喺機構式租賃市場入邊咧，呢類大單位都係比較罕見同埋稀缺，唔係主流。至於租金方面咧，係啦，納夫羅茨基上台嘅時候都講過話，將來可能會由政府嘅規管啦。但係而家嚟講咧，租金都係照市場規律嘅運作。我哋見到有溫和嘅增長，總之都係升緊，唔係停。2025年我哋見到租金嘅淡季又下跌，旺季又會升翻。咁出現過旺季之後咧，有大量單位租唔出嘅情況啦，所以市場都好穩定。如果你想揾長線租賃咁做被動收入，可以放心啲，慢慢咁入場啦，賺住先啦。趁政府又未攞到新嘅嘢搞我哋，未改規則之前，如果真係改咗，我哋都會跟住轉變。我哋啲人就好似曱甴咁，生存力強，投資者嘛，佢哋永遠都知邊度可以賺多啲。下一個我想同大家講嘅投資策略就係資本增值，即係話我哋買入之後會揸住一段時間，期間可能會租出去，但唔係話長期都要收租或者自己住翻入去。我哋最主要嘅目的只係等個市場升值。好似聽人講過話，如果你買咗層樓之後，慢慢等喺大約5年或者6年時間佢啦，係咪？等到個時機成熟可以賣翻出去嘅時候，又唔使另外再俾嗰啲入息稅。咁我哋就坐定定等，之後佢到資本再去投資翻落去，呢個策略都係可行嘅。但根據統計，4房或以上嘅單位轉手買賣會特別有效，即係話佢哋同其他面積嘅單位比起嚟，真係有明顯優勢。但唔代表其他類型唔會升值。但你睇今日都見到，好似2房單位，特別係新樓，都顯示佢哋咁嚴重咁停，咁所以細單位之後會點發展呢？我哋都要睇住先至知。而家嚟講呢，3房4房就真係好有市場，即係講緊短租市場可以話已經玩完啦。但係呢個唔代表唔應該投資呢方面，其實好值得投資落去。只不過係你千祈唔好考慮去嗰啲繁華係市中心地段買入任何公寓單位，因為佢不久嘅將來你真係有好大機會會遇到政府針對短租方面所作出咗各種嚴格限制，同埋會面臨好多意想不到嘅經營困難。如果你真係想做短租，想靠呢個揾錢，如果你係大投資者，不如睇下佢郊區起個細型公寓酒店，喺華沙附近揾間管理公司幫你打理，咁樣你就可以靠短租賺到唔錯嘅收入。如果你係細投資者咧，可以考慮買一間已經有管理公司嘅公寓酒店入邊嘅房間，佢嘅管理公司就會定期將你間房租出去，賺到佢分成俾你。係啊，呢啲機會仲喺度，我哋都係靠呢啲賺錢。但係純粹做短租嘅私人生意或者細型生意，依家就開始收縮緊。不過咧，呢啲生意不嬲都係最賺錢嘅，依家都仲係最賺錢嘅生意。咁所以唔好輕易放棄呢啲機會。當然即係買呢啲公寓都有啲細節要注意，不過而家律師都唔會限住，隨時有得揾律師幫手。我哋都冇停低，成日催促我哋嘅律師睇下點樣可以合法咁樣繞過唔同嘅法規，等你哋可以投資，連呢啲項目都可以投資。咁所以其實都有方法，呢啲地方都可以好安心咁投資。佢第四個最後一個競爭嘅策略，你哋全部都好中意。咁當然啦，我都唔可以唔講下新樓盤翻新轉售 flipping。但係可惜，我都要講句係啦，慢慢咁變緊，我哋嘅情況都開始有啲變化，唔可以話完全冇得做，但至少好似以前咁容易賺嘅時代就冇咁多啦。3年前嗰啲100%賺錢嘅機會，依家已經冇晒啦。所有跡象都顯示，而家嘅市場情況，你都見到，就算係1房、2房、3房，個市都開始有啲波動。而家我哋未必可以淨係靠炒賣，咩都唔做就賺到錢。好似以前咁，譬如話唔使裝修，唔做任何改善都未必得。即係話咧，其實唔完全係 flipping 炒樓，要分清楚。例如你喺地基期買入之後嘅樓宇起好，攞到鎖匙同產權嗰陣賣出，咁樣其實係投機。但如果我哋喺地基期買入，嚟到鎖匙之後再裝修，嚟到產權再賣出嚟，先至叫做真正嘅 flipping，
即係話我哋投放咗自己嘅資源去升級呢個單位、呢間樓或者屋，我哋賺嘅係價值出嚟嘅利潤，而唔係靠投機賺錢。因為而家投機其實都幾有爭議，但係要預測市場之後會點發展呢？其實好難。即係話要預測邊度有機會去邊度買樓，淨係為咗肯定可以靠投機賺錢，我而家就唔會再睇住靠呢招。雖然講真，咁樣都幾唔開心，同埋有啲可惜。邊個知呢？可能有一日喺市場會翻轉頭到佢嘅狀態，到時我哋又可以入場。咁但係而家就唔得啦，絕對唔關波蘭事。但係再講多次，翻新買賣 flipping 終於開始變咗真正美國式嘅翻新買賣啦。即係我哋買咗佢平啲，落咗錢去裝修，快手搞掂再賣出去。即係話整嗰個市場好搶手嘅產品出嚟。如果你識得整護市場有需求嘅產品，呢個就啱晒你。如果你咁時間冇技巧冇精力去做嘅呢個生意就唔抵做，因為你俾佢承包商嘅所有開支分分鐘食晒你全部利潤，可能會食晒，可能會，但係真係有機會食晒。即係話呢個真係有風險，係一門生意，真正嘅生意。呢啲就係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咗全部嘅。如果你中意我哋今集嘅內容，記住俾個 like。咁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個頻道呢，咁就快啲訂閱啦，因為我哋成日都會有好多有用嘅資訊，我哋嘅最新消息同埋我哋收集翻嚟嘅分析同大家分享啦。仲有，其實而家市場上有冇幾得意嘅投資提案，或者係我哋專門為我哋投資者設計嘅方案，都會邀請大家一齊參與。如果你對合作有興趣，可以隨時冇任何一個即時通訊軟件揾我哋。你而家喺熒幕上面就可以見到我哋嘅電話號碼。咁我就同大家講聲再見啦，下次再見。